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7日，旧历的3月15，礼拜2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台湾人实在使人感动。宜兰有一个天主教的教父，今年81岁，伊的一世人拢奉献给台湾。伊看到伊的家乡意大利疫情惨重，非常的着急，所以就拜托台湾社会，伫可能的范围内，会当互意大利一寡援助。结果才短短6天。台湾各地就寄付超过2万笔的捐款，募到1亿2000万。神父今仔日出面感谢台湾人的爱心，伊讲这就是伊一世人拢想要留伫台湾的原因。意大利籍神父吕洛瑟感谢台湾人热心捐款。伫宜兰劳动照顾身心障碍儿童已经超过半世纪，之前看到新型冠状病毒登上意大利，伊担心故乡安危，请台湾的民众当斗3天。想不到民众真是真热心，短短6天捐款总数达到1亿2000万，是超过原本的目标。互神父紧急喊停，请大家莫搁捐啊6天的时间，每一天很多人来排队捐，特别帮助我们台湾的老百姓，一种谢谢，多谢您。虽然已经停止募款，现场也是真侪捐款的民众，上大一笔捐款是500万，也有300万，也有民众一个手就捐出30万。小小的意思。这个捐款是要捐予意大利，购买物资帮助第一线医护人员。非常时期，台湾的民众用爱心感动世界。